欢迎到转来新闻现场。今年4月20日是世界地球日，也今年是40周年。马总统今日特别接见环保团体，谈议能够建议。马总统也公开应承，会邀请民间环保人士共下开气候变迁国是会议，从事台湾面临的环境问题，请出用来解决。 环保团体20日去到总统府同总统马英九见面，针对环保团体近前提的4大诉求，包含大能源税、减少高碳产业、小块气候变迁国是会议，还有处理中国3期、4期环评争议。马总统认同小块气候变迁会议，要考虑还是要请民间环保专家来参加。一个是再生能源法啊，还有一个是叫能源管理法，哎，这2个，同时还有一个是温室气体减量法。 还有这个能源法，能源税法，这几个，这都是我们未来这个努力的目标。我们期望是国是会议的等级，那总统认为民间可以参与这个国是会议的筹备，只是名称他可能行政机关总统还要再做一些考虑。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，让各方面的力量大家一起来帮整个台湾的节能减碳做好。 对环保团体用环境信托的方式，本台之间研究，人工台湾马祖5个拍海珠，马总统也表示肯定。非常的同意，他也觉得说，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珍惜台湾的一些生物多样性啊，或者是海岸资源。其实透过人民的力量，政府可以帮助我们的，但是如果不够的时候，是透过人民的力量是可以来完成。 行政院20日提出6大主题6项统，呼吁大家上水控天旱、省能源减碳、资源循环、消除污染做保育，请你的家人捍卫國土的6大項統，共下來向低碳社會的目標去做。客家新聞林建儒、劉文輝特別報道。